老师的鼓舞里面呢，就是可以放很多鼓舞的什么的心声，对不对？所以呢，或者就是说，其实我不要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才去求老师，还是说，我们要求道路的时候呢，才去求老师。其实老师也需要我们的爱，对不对？好像或许呢，在睡前跟老师说，跟老师分享说，老师你今天快乐吗？老师你今天有掉眼泪吗？老师你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如我做吗？就跟如我做梦，如我呢一定会努力去做。放掉了吗？放掉了。好，那没有关系看不到了，那没有关系，就会听后学讲。好，所以呢，其实或者就是说呢，在这个当晚呢，会觉得说非常的感动，因为老师呢，他跟我们是一样，心灵相通的。所以呢，在我们需要老师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推广到，或者相信说，相当于想在我们的这个全省的学校里面，也能够推这个返校经，能够推读经，能够开拓这个道脉，或者相信说是老师很慈悲，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呢，就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要开创，是不是？所以呢，老师呢，有时候我们跟老师求，但是不一定马上就看得到成果。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因缘啊，而且这种的因缘是老师还在安排的，所以我们不要心急。而且呢，鼓励呢，在晚上睡前的时候跟老师说一声：“老师，我爱你，我爱你。”或许相信说老师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窝心，非常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呢，以前都是老师跟我们讲我啦，老师爱你，对不对？可是有多少人呢，是跟老师说老师我爱你，对不对？所以或许呢，常常跟老师讲，老师我很爱你。各位先生，你们做得到吗？做得到。而且或许呢，去买一个玩具椅，你知道吗？玩具椅，然后去拼买一个玩具椅，然后呢，就把这个玩具椅睡前就把它拉一声，拍一拍，轻轻拍拍说，老师我们睡觉，对不对？明天就是好的一天，对不对？而且很奇妙，你知道或许就是有什么烦恼睡不着，只要把这个音乐铃一拉，轻轻开了一下，就导致睡觉。这个音乐铃是不是很短？这个音乐铃结束的时候，或许是自动去跟周公下棋。对呀，所以或许是很感恩哦。好，那么我们在职场当中呢，或许能跟再把它拉回来。我们在职场中呢，他准备要渡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渡谁？我们想要渡谁？各位先生，你们在职场中，每个人都让你渡完的，请举手。都没有啊？你职场中还有很多人可以渡的，请举手。哇，那这是不可限量。我们大部分道路都非常丰富，对不对？那还有很多人可以渡。好，那要去哪个单位渡？有的公司，对不对？哇，它的这个编制很大，对不对？单位很多，所以就说这个也不用担心。像或许以前我有一次遇到一个道歉他就是跟我讲说，师姐，我们礼拜一要办到，礼拜一办好了，然后就没办法点传师了。等到礼拜一会我说，师姐怎么办？不那两个人都不能过来，不能过来，一直躲掉，对不对？两个师跟那个办事也全分清，那怎么办？没有关系，自己来嘛，他就拿着一个卷宗钱就到那个公司每个单位去绕一圈，结果在那渡了10个人，就渡了10个人。所以呢，或者就觉得说，千万不要说他渡不到人，只要你很开放但是呢，你要在公司做到你现在公司的表现就怎么样，就要好，跟每个人都是要就是说互动到非常的好。那用什么方法做人，对不对？要在什么时机点呢开场呢？这个都很重要，下面跟大家分享。好，那么因为你们看不到，为什么大家都是有同学讲的？那其实呢，话说什么？或许呢，从那个刚开始出社会就从像公司里面的会计对不对？还是公司的采购早餐店的老板，因为他开工之前，或许曾经开过那个早餐店，开了1年呢，发现你不仅一个老板，对不对？我就觉得他说，两个领导在员工你怎么跟你担心对不？开工参照都没有你的一份所以我们在没有引线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跟着我的好朋友们，就手牵手、心连心，就飞到那个东南亚去了然后去那边呢，每次都在那个傍晚的时分很特定的时刻呢，就在那边唱一首歌给老师听。那首歌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师徒歌。各位姐姐，开口怎么唱？好，谢谢。就是这一首歌唱到老师感动了所以我现在那边的道路也非常同感应该有30多个手卡，30多个手卡。因为今年是大概第19年因为或许是25岁那年出国开光其实或许出国开光是爸爸是很不同意的，但是呢，后学能够打国挺难考的，要首先的比赛，对不对？打一些联盟成绩但是呢，搭上飞机的那一刻或许跟天上的爸爸，天上爸爸是你知道吗？济公活佛，我有2个爸爸，一个是天上的爸爸，济公活佛，那一个是人间的爸爸，或许就跟天上的爸爸讲，亲爱的天上爸爸，你一定要帮助普我，让普我呢，一
去了能够开光成功，对不对？至少能够让我们的父母亲沾光，是不是？所以后学很感动。再来呢，就是后学当做那个外销部的业务，但是呢，后学跟大家怎么说？后学以前要出国开工的时候，后学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回来会不会没有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话术比较出名，而且呢，出去的时候呢，为了要省5毛钱的公车费，就是宁愿走路走1个小时，来回走2个小时，为了省1块钱。1块钱那时候折台币应该是16块，因为那时候我出国开工嘛，没什么钱嘛，所以呢就是要自己要节俭一点。但是呢，这个老师很慈悲很慈悲。那回来之后呢，或许在想说，我回来做什么？或许他说回台湾是因为或许的对发育要设佛堂，所以呢会想回来成全他所以呢那时候就毅然回来。可是回来之后呢，在一家外销公司当业务，当了3个月，就有一些人之后，这个司机又成熟，对不对？然后准备跳槽，为什么？因为自己当老板比较自由，对不对？对呀。但是或许呢，那时候刚开始自己开，每个月就是每年都固定1个月跑去国外办道。那后来就说这样不行，还是有个团队，后来才加入。好，再来呢，这个你都看不到，没有关系。那后面这个图是放我们学校的图好，接下来呢，他也是要告诉你们说，第一个我们要渡谁？这个呢，或许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或许这个简报就是写的什么？我们说要渡，对不对？好，那我们呢，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一定有很多是什么？跟我们关系不错的那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从有关系的什么？强化关系，对不对？那没有关系的立刻变成什么？友好的关系，对不对？那像或许呢，要开这个学校之前，我们是满地自荐的那满地自荐呢，我们从那个什么，从那个台积电往那挖土的啦，对不对？盖房子的啦，然后呢，甚至说整体的那个设计师还是说装仪器的啦，还是说那个通讯行，对不对？但是补习班需不需要一部车？所以我们也要去买交通车，对不对？然后呢，连这个也做，连保全的都录，只要是整个全部都录来全到。对那所以呢，这个预领好了之后呢，我们的那个补习班那一年就是我们开工那里面录了90多个人，那毕业也是录了100多个人，那现在还在努力那还是看不到没关系。好，所以呢，我们除了这个我们相关产业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协力厂商，对不对？就是入了学校之外呢，就是入我们的学生，家长跟学生，对不对？那学生家长还有邻居对不对？就家访的时候呢，你可以顺便度一下还有我们的老师呢也有那个亲戚朋友，对不对？所以也一起度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分校的主任，对不对？我们跟他关系不错，也可以度他。度他之后呢，他也度他老师。度他老师之后呢，还度他什么？不要度到亲人接出来的话，这个很可爱吗？现在有那个5位先生来跟大家活力加持好，再来呢就是所有企业相关的人员的卖超连结。所以或许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在全省的州的飞这个返校金、飞国金，所以就说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超连结。或许你发现然后就是说，只要能够把道路呢从北再耕耘到南，就觉得这是本土金刚，对不对？只要做得到，我们就做。而且呢，同学每天晚上不定时的跟老师怎么样？念力传送，对不对？亲爱的老师，可爱的老师，对不对？那因为或许常跟老师讲有一次呢，老师就跟或许托梦，他说托梦，或许之前考的蛮严重就是接受的考卷蛮严重，但是呢，或许说那个没有什么。那后来老师就跟或许托梦就说你的考程要结束了，你要什么？老师问你要什么？那结果呢，隔天或许就到补习班了，楼上的佛堂就跪下去了，点个佛灯，就是三炷香或者去跟老师求。老师，我要人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推广道路要什么？要更多的人才，对不对？那所以呢，或许就跟老师求说，老师你可不可能采购对不对？像我们道路呢，可以从北到南，或从台湾到怎么样，到国外去。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规划中，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时候1周1次行对不对？就是1周1次行是不够的，对不对？有时候一天好几个地方在跑，那有时候或许回家就跟老师讲。哎呀，老师，我真的好累，我现在不可以跟老师讲很累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肉身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想，老师你可以给我们千百亿化身吗？千百亿化身我们就解读，是不是再见，对不对？回天交子，但是或许跟老师交代我不要前者，我要后者，对不对？千百亿化身，你去度化众生你去开这个道脉，对不对？你度很多人，让每个人都有你家的志向，是不是就是千百亿化身？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不要说要把那个天上的
亲人、朋友，其实都可以受惠嘛。好，再来呢，各位谢谢，最后倒数第二行，看好，只要是人怎么样，通通努力，从没关系变什么友好关系。再来就是请大家大声的念。大家脸皮够厚吗？够了啊！你说或许不要去讲道歉是不稳，你是讲到他们看哦，老师讲呀，老师讲你蛮好，对不对？那每次进去呢，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老师在加持一样，对呀。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啊，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呢？就是在头堂的时候要列一些名单给老师，对不对？睡前要跟老师哦，就是说老师备注一下，还有谁功能也可以进去的哈，然后老师去巧节，让他也可以求到，哦，这个很重要。那以前呢，或许记得法会也是，或许亲眼看到哦，就是那个老仙公，而且老仙公他灵堂，他灵堂慈悲的时候啊，老仙公灵堂没多久，我们济公公老师也灵堂，那个时候呢，哎，老仙公讲一句话，是讲说，哎呀，谁不知道祭佛的福啊，脸皮最厚的。可是呢，各位学姐，我们的脸皮厚不厚？厚吗？脸皮要厚一点。结果这时候我们老师笑得多开心呢，我们是笑得好开心，老师就说，哎呀，仙公你老慈悲呀，不是祭佛的福尔脸皮厚，是祭佛脸皮较厚啊。但是我们大家看老师笑得那么开心，我们高不高兴？我们很高兴啊，对不对？脸皮厚什么关系，对不对？10块砖头，那个子弹打不够没关系，对不对？只要渡人，对不对？这么天等到你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或许只天渡一个人，渡了10年。渡了10年了，所以而且你是都高什么？中午才刚班努力，对呀、但是或许以前渡一个同学，或者不知道他们什么成绩嘛，因为那个同学会渡他，他就说我看看，如果呢看了3次之后都没有求到，后来要补要去开法会，但是我看了3次也是跟老师反对的，后来他跟我说，我等会问妈妈，问妈妈能不能可以来跟你法会，没有想到他说妈妈说开法会好，快去。